呢隻真係叫人王三？喂，最多只可以叫浪人崛起2啦。冇錯，今次新出嘅浪人人王三絕對係縫合大作。一路玩一路都會發現過去唔同遊戲嘅影子，不過核心嘅戰鬥系統依然沿用翻人王獨有嘅特色，再加以改良。我覺得係進步咗嘅。而今次嘅開放式地圖設計完全係點講好呢？就好似係由人王嘅雙停式嘅關卡地圖啦，再加上臥龍嘅超核突美術，唉，跟住變成好似浪人崛起咁幾張嘅開放大地圖啦。可以話係將前作嘅優點同缺點都照搬晒過嚟，絕對係為咗更加迎合大眾喎。不過如果對於人王嘅老粉嚟講呢，其實都冇放棄到佢哋嘅需求嘅。如果要深度研究遊戲嘅戰鬥系統，例如武士風格嘅3段格式，再配上2把武器，點樣操作可以打出超型嘅武技連招？仲有裝備嘅打造，由分解、改造、加工、練魂到合魂，雖然比人王2已經稍為簡化咗，如果嫌麻煩呢，都可以好似我咁，淨係練死一把主要武器，其他嘢唔使理，衫褲鞋襪啲唔使理，因為有閃避同格擋，防禦力就變得唔係咁重要，同埋一周目都冇咩強大嘅詞條，就唔使浪費資源啦。最後帶嚟嘅滿足感，例如打咗一個秒殺流，真係爽到爆啊！人王一向嘅優點就係玩法好多元化，唔會俾遊戲嘅框框限制咗變成單一嘅玩法。好似我呢啲平 A 流嚟講一樣，可以由頭平 A 到通關我自己覺得好玩就 OK 啦。而且今次仲加埋啊，隨時可以變身成為忍者啦。今次嘅忍者風格真係好適合手殘黨推圖用。不過呢，我就麻麻地忍者風格啦，因為呢，我覺得啲動作唔係咁好睇，一路打得太快都睇唔清楚呢，揮動武器嘅動作好似把武器都係一樣咁。當然今集依然有陰陽術同幻術，自由咁俾玩家去嘗試，但就完全冇逼玩家一定要用陰陽術先通到關嘅，甚至完全唔用都冇問題。通常到咗2周目嘅時候，再研究陰陽術啊、飛鏢流啊、吸血流，到時又會發現另一種玩法所帶嚟嘅另一種遊戲體驗。呢樣正正就係人王遊戲嘅魅力所在。至於缺點方面呢，其實要講都幾多架。首先好多玩家討論嘅遊戲難度，我覺得整體確實係比人王2簡單咗。特別係今代新加嘅小怪，弱智之餘亦冇咗人王嗰種鬼神得嚟呢帶點驚恐嘅元素。以人王2嚟講，會覺得每隻無論大 boss 甚至小怪都雖然個樣可怕，但係感覺背後都有段神怪嘅故事 support 住嘅。上網查翻資料睇，都真係有段古。而今次新嘅小怪設計上好普通，淨係得我係壞人嚟斬我啦嘅感覺，仲有貫穿晒成隻 game 不斷重複，無處不在，真係救命！仲有遊戲第一隻大 boss 真係得樣衰，乜 feel 都冇，再加埋嗰個非常核突、冇美術可言嘅地獄場景，直頭就係臥龍啲衰嘢嚟嘅。講翻難度方面，今集好多都其實係從用翻人王2嘅小怪，如果係新玩家未接觸過人王嚟講呢，應該算幾有難度喎。始終人王2大部分嘅小怪同埋 boss 嘅設計都好有深度，唉，可惜老玩家已經熟練晒啲怪嘅套路，其實真係完全冇難度咯。如果你一直期望會唔會遇到啲有深度嘅怪，咁你就一定會失望啦。好彩今次 boss 戰方面會有翻一定挑戰性，死10次8次先過到一啲都唔出奇。但因為今次加咗完美格擋，判斷時間亦都比較長，同埋如果用忍者風格對敵人嘅精力消耗實在太強啦，boss 戰難度絕對比係上一集低嘅。跟住要講講今次地圖嘅設計，畫面方面真係冇一忽係覺得靚咯。
同埋感覺唔到好似人王二嗰種咁有深度嘅關卡地圖設計咯。除咗依度，冇錯，佢居然係有用返人王二嘅其中一忽地圖，突然有種重遊舊地嘅感覺。可惜太短啦。人王三嘅幾張大地圖，好似全部地方都同一個樣。有冇人可以解釋下點解由日本嘅古代去到戰國，再去到近代少少嘅幕末時期，啲場景都一樣嘅喎，一啲穿越嘅感覺都冇咯，完全冇驚喜，同埋成個日本一個平民都冇，咁仲爭做將軍嚟做乜？當然啦，要為咗爽快嘅動作體驗，將啲怪平均放晒喺地圖每一個角落，任你宰割都啱嘅。不過因為啲小怪太易打，打到後期其實會有啲厭。大部分嘅小怪都係一套平 A 或者一兩下武技搞掂。其實我寧可唔好搞開放式地圖啦，好似人王二咁，從新設計過10零張有深度嘅關卡地圖已經好開心。另外，今次唔使好似浪人崛起咁又執唔完嘅寶箱啊，揾貓揾狗嗰啲呢。人王三地圖上標示咗要執嘅嘢唔算好多，而且都有少少解謎嘅元素喺入面，其實都 OK 嘅。到劇情方面呢，我自己就冇咩感覺啦。主角周圍穿越時空，但就完全冇造成任何有趣或者有關係嘅互動，去到邊都一樣嘅。地圖啲畫面又係一樣。其實我反而覺得劇情嘅創作應該可以利用翻切換武士同忍者風格呢度着筆，即係雙主角啦，兩個有羈絆嘅人啊咁，因為某啲原因要共用一個身體，咁應該幾有趣。又可以解釋到主角點解可以秒變身咁得意。好啦，最後要講埋今代嘅整容系統。其實人王三嘅整容系統係冇浪人崛起咁強大，做唔到好似浪人啲五官咁細緻咁逼真。但如果你鍾意整啲醜樣嘅另類嘅，就絕對滿足到你。總括嚟講呢，人王三都係值得買嚟玩嘅。而我嘅評價會係咁，對比埋其他作品嘅話，最好玩係人王二，跟住係浪人崛起，跟住就係人王三，包尾一定係臥龍。好啦，咁以上就係我對人王三嘅主觀評價啦。咁下次再同大家主觀講啦，拜拜。気に入った。あんたにかけさせてくれ。